南投的埔里镇公所、甲机关社团、甲地方的代表联合来举办着捏虎仔头的活动，大细汉囡仔拢算甲真欢喜。大人带囡仔做伙耍虎仔头，享受难得的亲子时间。民意代表结合真侪机关甲社团办这个活动，有几啊百大人囡仔来参加。我们希望未来像这样的地方产业，也在大家的努力推动之下，可以结合美学，可以让它变成更精致、更优质的一个我们地方的在地的产业。今摆囡仔无像较早农业时代囡仔有机会耍土。虎仔头嘛是捌耍过，那你有这个机会来耍，大家拢感觉真新鲜。因为可以钻洞，手都会有泥巴，因为它可以做成东西用。哇！疫情比较较无遐严重以后，大部分的乡亲都希望讲会使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主办单位就表示讲，希望讲办这个活动，互大家放松心情。疫情期间这段时间较久拢无啥物活动吼，我相信讲所有的家长甲小朋友拢非常热烈来参加这个活动啊。这个活动除了讲会使享受亲子同乐以外，还佫有奖品通摕。